卻伴醉。豐富盛事上衝擊我，教我踏步不畏懼，總有困難。將我哋嗰啲故事啦，讓公眾更加認識原來殘疾人士佢哋都有啲得意嘅嘢喎，甚至乎專業嘅喎。如果冇咗舞台劇，我覺得冇咗個自由咯，可能冇咗。上天對我唔公平啊！我又唔覺愛，我反而見到哦，原來上天俾咗好多好好嘅嘢喺我身邊，好似隻眼盲咗，但係個心就反而睇翻嘢咁樣。即使我有淚，笑着強忍。我叫阿當啦，咁好多年前就喺演藝學院嗰度畢業，就主修舞台道具設計嘅。阿當因為整道具，經常要接觸唔同化學物質，令到隻眼成日發炎。經醫生診治，先至發現患有免疫系統病，後來更引致白內障同埋青光眼。一路都考慮緊做唔做白內障。咁後尾都係諗住搏一搏啦。其實嗰陣時都係睇到有光嘅，即係睇到啲手影啊，但係就一笪笪阻住晒咁樣嘅。咁都希望即係 keep 住係咁樣，即係睇到光都好啊咁樣。咁後尾做完手術之後就完全都冇晒，黑晒咯。熄燈，係我形容自己係熄燈咯，係啊。手術後有眼失明嘅阿當，被迫放棄道具設計工作，更因為身體機能開始衰退，做定將來全失明嘅準備。有陣時啊，眯埋眼行啦，嗱，好似呢個引路徑咁樣。咁平時我得閒咧，我就會咁樣喺度行咯，試下眯埋眼咁樣行，一路行翻屋企咁樣咯。我真係試下嘗試去摸，去記下嗰啲位置啊，嗰啲咁樣，咁起碼自己有一個即係心理準備咁樣咯。我哋可以打斜角咁樣跑都冇問題嘅呢個。人生跌落低谷嘅阿當，當時終日匿埋喺屋企，直到佢遇到全失明嘅 Kama 邀請阿當嘗試舞台工作，令佢重新揾到人生路向。入面會唔會有食物、有汽水定係點咧？扭啊，得去扭啊，成個跑去扭咧。角色上邊咧就係叫做創辦人啦，咁其實都係帶住一班唔同能力嘅成員啦，咁啊大家一個團隊啦，我哋冇乜分彼此嘅。我好記得咧有啲嘅成員咧，佢可能佢最初咧只不過係一個觀眾啦，咁啊初次認識嘅，咁佢哋都係戰戰兢兢，佢哋體驗下先。咁我哋都係嘅，我哋都會覺得咧，其實最基本就一定要認識咗究竟全黑暗表演啊，或者做戲劇教育工作啊，會係點樣啦？兩花都有一啲嘅物高。當然啦，視障朋友咧，佢哋日常生活咧就有好多都係用觸感啦，咁可能會多啲嘅。但係有啲朋友咧，可能唔係喎，咁要點樣解開佢哋咧？咁我哋就會俾一啲嘅練習。前面有隻杯，坐輪椅嘅朋友都要感受下咧，全失明嘅朋友係樣眯埋眼，短短嗰可能5、6、7步到嘅距離，去摸翻嗰張凳，摸到隻水杯，哇，唔容易嘅喎。咁當佢哋知道咗呢樣嘢之後咧，佢哋會有一種代入啦。啊，原來真係喎！如果個過程多得少少聲音，或者咧多咗呢啲身體嘅接觸，正如佢哋嘅總結，我哋可以透過咧掂下對方，用對方嘅身體做一個嘅定位個位，咁就會方便，又靚仔又有型。3、2、1，去！都要磨合嘅，即係初都梗係有啲困難啦。即係我最驚就係碌到佢同埋撞到佢。但係嗰啲視障人士就好，俾我感覺上好，真係好叻。佢嗰個反應啊，即係好個觸感好敏捷啊！我
我邀請佢跳舞，我喺前邀請佢一齊去跳下舞嘅。戲劇以外，舞蹈同音樂亦都係共融藝術嘅一種表達方式。我大約喺10年前咧，自己因為一啲嘅傷患啦，咁啊盤骨移位啊各樣，我本身中意跳舞嘅，而嗰個嘅傷患咧令我開始思考一個嘅問題：如果身體有限制嘅朋友，點樣都可以享受到舞蹈嘅樂趣咧？例如視障人士冇咗視覺咧，咁就有其他嘢嘅，係可能有觸感啊、有聲音啊，用其他嘅方式。咁所以咧喺今次嗰個嘅編舞裏面咧，我哋都嘗試用一啲日常生活啦，可能有一啲嘅物品啦。咁另外喺我哋嗰個舞蹈裏面會有即興嘅音樂啦，亦都會用聲音去作為呢個嘅舞蹈嘅一個元素啦。我哋而家要去強調佢咧，因為咧我哋個社會仲需要啲時間空間，慢慢去將呢樣嘢普及，去變得自然，而且係共融喎。咁頭先我嘅感覺就係嗰種自然係，每個人都好照顧大家嘅需要，但係唔會突出嘅，即係唔會咧有種咧我過於去要關心你或者搶住要幫你，但係每一個人嘅需要都係好被接納得到嘅。咁我哋希望去做到咧，藝術係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，而並唔係只係特別俾不同能力人士參與。其實我哋最想咧就係讓小朋友咧好立體見到一啲唔同能力嘅朋友，佢親身見到個失明嘅叔叔，咦喺個台面嗰度又唱歌又跳舞喎，又周圍走到台位嘅喎，由最初唔認識到慢慢接觸，甚至乎咧可以一齊玩。咁我哋就即刻落去揾人幫手啦！好，快出嚟！快手啊！掌聲佢哋先。貼落嚟，貼落嚟！哇！劇團裡面嘅殘疾成員唔淨止係台前演員，阿唐有輕度智障同自閉症，喺劇團入邊擔當助理舞台監督。當初我認識阿唐咧，就係喺一個電台嘅表演，都係做一個音樂劇。咁佢當其時就做男主角㗎。咁我就覺得，咦，好得意喎！佢咧個性格咧，咦，原來都幾活潑啊，唔係我哋傳統所諗，可能會比較內向喎。佢都幾中意接觸人。咁我就諗其實可唔可以再有多啲嘅可能性，同佢一齊去玩啊？無論佢係任何特色嘅人，你講一般人又好，或者係殘疾人士都好，大家互相去合作咧，喺個團隊裏面，我諗都需要知道大家可能啲嘅特色啦，又或者有啲嘅強項，我哋再去做一啲嘅調配。我哋有成員佢係有自閉症特色嘅，咁可能咧有某啲嘅擺位咧，可能會比其他嘅成員有機會更加準確，或者去fix喺某一啲嘅位。睇啲位有冇啱個位咯，道具齊唔齊咯，睇下啲景啊有冇錯咯，最緊要係呢度最緊要注意幾點咯，係要準確㗎，係啊，即係好準確㗎，因為我哋後台睇唔到完美㗎嘛，但係如果佢而家喺台前俾觀眾睇到，可能唔完美嘅，可能會睇到係滿足感，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嗰度演出咯，即係有唔同嘅學校咧，睇下嗰個氣氛係點咯。最緊要係享受咯，最緊要享受。明天三餐要食翻晒，生源頭減數是新的態度。請大家嘅掌聲啦，俾我哋嘅演員之後咧，仲有我哋嘅後台嘅工作人員。阿唐喺舞台上面揾到屬於自己嘅另一片天，但當演出落幕之後，佢亦要面對現實世界嘅殘酷。我而家喺餐廳嗰個係一份固定嘅 part time 工作啦。原本我可以享受到可以兼顧我嘅餐廳工作，同埋可以兼顧到舞台劇嘅幫手啦。但係因為我2年前我爸就過咗身，咁我就咁我要養阿媽啦，係咯，想即係想喺工作同埋舞台劇嗰度可以揾啲，即係揾多啲
即係揾到啲錢咧，即係賺到啲酬勞咯。我喺餐廳工作咧，工作量都好大，好攰咯。呢度咧就可能會輕鬆啲，係咯，可以減輕我嘅壓力咯。如果冇咗嘅就經過餐廳工作，可能我覺得冇咗個自由咯，可能冇咗係咯。你需唔需要換口罩？需唔需要？要啊，要。好，係一個全白色嘅口罩。哦，今日出白色啊？係啊。細版咁嘅。即係基本上已經係冇得見朋友咯。即係而家嚟到呢個話劇咧，都識到好多朋友咯，識到阿 Comma、阿 Eddie 佢哋可以同我一齊傾下偈咯。殘疾人士擔當舞台幕後工作，有時候會更清楚殘疾演員嘅需要。阿當設計服裝同道具嘅時候，都有特別注意選料。你見喺入邊嗰度，佢都孭埋一堆咁樣嘅。風偶係其實係其中一個故事，佢個演員咧係講佢自己個心臟有事嘅，咁個風偶就好似一個血管咁樣咯，咁就佢入邊嗰啲鬚咧就係啲好似啲血液流動咁樣。曾經有諗過用膠，但係膠咧就太嘈啦。呢隻防水布咁樣啦，咁就輕啲，同埋就冇咁嘈咯。視障嘅時候咧，佢哋聽嘢好敏感嘅，咁如果聽到啲沙沙聲，佢哋好辛苦嘅，咁所以呢個聲音嗰度都要去注意咯。歡迎欣賞2021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冇眼睇有計仔。呢一日嘅演出設有口述影像同埋手語傳譯員，呢個時候大家不妨匿埋眼，感受一下黑暗中觀賞演出嘅滋味啊！留面撳鐘，佢哋入間位，落面去到床尾。係啊，帶翻朋友嚟探下明仔啊！多謝晒。佢跳咗上石頭上邊，佢兩隻貓爪向上搲，然之後又望下地下，又向住另一個方向向上搲，放低手望住地下，然之後雙手撳喺石頭上邊向前跳，右邊佢雙手伸出去做嘗試嘅手勢，慢慢兩手向後。我覺得係天父俾一條路你行呢一個，或者係對我自己嘅一個人生一個磨練咯。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我會盡力去做咯。好想大家將來一諗啊，殘疾人士藝術就諗起我哋嘅機構啦。咁至於我哋嘅成員就當然就諗，佢哋自己可以揾到佢哋自己嘅滿足，可以更加立體，可以讓人哋更加認識唔同能力嘅人士啊，有好多嘅可能，佢自己咧可以咧有腰骨有膊頭咧，咁樣企喺人面前咯。